好，来继续来看政治评论员李正浩来压聊，讲国民党为着要来反制掉民进党的大罢免，是来制定地方党部的人数 KPI， 也就是关键绩效指标。但是基层反映时间伤赶，资源无够，根本就未付人数。结果国民党有高层就指示讲，安尼就抄啊！李正浩是特别点名。 国民党组发会主委嘛是立委柯武真，这是不是就是咧暗指下指令的高层就是柯武真咧？柯武真是来回呛讲，这李正浩讲的话敢会信哩？透过赖打电话跟党中央的大人抱怨说，真的时间不够做不到。大人有没有说？ 那就抄啊！评论员李正浩这期国民党高层敢要用通讯软体指示抄罢免人数的名册。李正浩也了，那也为着反制连夜推动大罢免，定地方党部的人数 KPI。不过，当地方反映，什么主管都无时间这年赶表，免装人数会着。李正浩讲，国民党中央高层指示安尼就抄啊，两人是透过通讯软体基金伫咧通会。如果有的话，这叫做指令。最少那个大人就是主谋，那这个大人要不要帮更大的大人扛起来？哪位大人我知道？李正浩的话能信吗？那外界有点评说这个人就是你。我想李正浩的话根本不足为信。 这部标题写罢免案启动调查，会烧国民党中央。除了党主席朱立伦、李正浩，佮点名哪位柯武真，立竿准备好啊！国民党本团会主委林宽如嘛反击，有证据就提出来。这个名气可用嘛，只要这个彼此的党公职好跟地方的人、公民团体来串联，好好的努力，一定会把联署的量冲出来。哦，没有在什么超不超名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一线牺牲党工连资料哪里来都不清楚。 那显然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问题，而这些抄袭的这些的名单，谁提供的，谁指示的，不管是从赖，从各项的指挥的系统，那慢慢的都指向这是一个从中央来发动的。休令人数争议继续伫咧拖，李正浩阁也了那样高层指令，就等检调继续找出真相。 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